请继续来关心南台湾的疫情。先来看屏东，今仔日又增加6例确诊的病例。这个客停车司机甲为秘鲁回国的马孙仔的感染案，这个病源到底是为倒位来的呢？县政府的记者会有详细的说明。昨天一公布之后，有很多的网络新闻，甚至呢部分的人士呢来作为这个所谓的。 这个感染源呢是南美秘鲁病毒等等，这些呢都是无谓的揣测，是无谓的这种指鹿为马，那反而不利于整个防疫。防疫期间，大家需要的是汗水，不需要的是墨水跟口水。所以呢，特别要呼吁所有的好朋友，能够大家同理心，没有一个人愿意染疫，也没有一个人愿意生病。 那同时不幸染疫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都应该按照同理心，而不要有猎污，甚至呢误传这一些所谓病毒来源的这个问题，这会触及相关的法律规范。尤其整个病毒株是必须经过 CDC 在整个病毒株的一个基因排序定类，才能够公布这个病毒源。所以不管是 原来的武汉肺炎的一个这个病毒，还是变种病毒与否，一切以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为主。这必须到中央的昆阳实验室呢来做这个基因定类的一个排序呢。那我想这一点要特别来跟大家做说明。那么同时呢，也希望我们大家同理心呢不要有相关的一些这样的一个猎污行为，像 从南美回来也好，这个活动组他们很单纯，我想要特别说明哈，今天6例新增的案例里面都是同住的家人，那另外这个有3位呢跟小黄司机呢，这个是有相关的关系，就是2个友人一起泡茶聊天，1个友人一起共餐用餐，所以基本上这个非常单纯，平常都在果园工作。 所以这个呢，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轨迹辨识，整个交叉比对之后，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。那至于这个感染的病毒与否，目前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在基因排序的比对当中，请大家静待中央的公布，而不要以讹传讹。再三的强调一下。至于北农的群聚案呢，目前我们这2天，从6月22号开始的筛检造册。 215位的货运搬运工跟这个司机以及相关的这个贩售商呢，有215位，目前采检的122位全部都是阴性。好的，谢谢指挥官。